各位万社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社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len武，即届呢，咱足欢喜佮邀请到即个王来子啊来咱嘿，即个节目，因为王来子啊呢，真正是足有才情，足有即个伊的即个技术足多元的，所以呢，若是咱的即个忠实的即个观众，可能听众可能会知影讲，即个王来呢，伊是关庙人，所以因王来子啊呢，嘛是关庙人吼。咱即季单纯，我这老是关庙老的话。哦，对所以即季咱头前咧一直咧讲即个伫海外拍拼的台湾人，嗯所以后半段呢，最后即两集呢，阮想要来做几个关于即个关庙的一个访谈，就是嗯无论是归乡，就是出去外口拍拼了后，佮转来家乡住，无就是老乡留伫家乡咧拍拼的亲人的故事。嗯，吼，即个王来子啊呢，就是咱即集邀请的来宾。对，啊，头前若是有听到即个有一集咱若老迄集的听众，应该就知影讲王来子伊咧做啥。毋嗯嗯，过呢，为着新的听众朋友，咱也是请即个王来子来小可简单自我绍介者。各位万社里的里民，大家好，我是王来子啊。我即马是伫咱台湾的一个民间团体华山基金会伫服务咱在地65岁以上较弱势的阿公阿嬷。阮服务遮的阿公阿嬷是逐个月拢会去甲因关怀，载一寡伴手物资去甲因看，看卖因的生活有正常无？嗯那因为咱即马是高龄化的社会嘛，吼，还佫有足侪人拢会去，比如讲去国外，还是去都市里拍拼，所以有真侪留伫个故乡的老大人。那嘛有一寡是因为真正家庭较坎坷的，规个家庭内底，干若剩因家己一个，身体佫无好，那有可能条件嘛无达到讲会当互政府去照顾。所以遮会算是较边缘的老大人，嘛是阮服务的对象。哼哼对，所以我即马主要是伫华山基金会遮咧做服务嘿，员。哼哼那除了我即摆的工课是伫服务在地老大人以外，我其实为大学毕业的时阵，就有大学毕业迄当阵的工课是伫咧社区大学。嗯哼那伫社区大学伫运作的过程当中，嘛会熟悉一寡对在地做有感情，那对在地的发展啊、文化产业，拢希望会当甲伊传扬出去，互搁较侪的人会当熟悉咱家己在地文化的一寡朋嗯友。那其中一位朋友，伊就是嘛是关庙在地人，伊为大学的时阵，就一直伫研究的方向，就是家己在地的文化。在地的伝頭的文化，嗯哼所以迄當陣伫大學畢業迄當陣吼，第一個工課有記接着，那嘛感覺迄當陣是有做志同道合的感覺吼，嗯哼所以就趁伫個伊家己的研究的主題，甲咱社區大學伫發展的方向，甲伊牽連起來，做伙來辦一寡課程甲活動，安尼一直延續落來，就感覺講。咱其實會當甲即個範圍佫甲伊放大誒，毋是干若佇咧一個課程，還是一個人、兩個人一直伫推廣，嗯會當佫找佫較濟共款的遮個少年人、關廟的青年做伙來加入，來佫較認識家己的在地文化。嗯那嘛會當做伙來討論講，咱遮個在地文化會當安怎繼續去推廣，會當互伊佫較多元的發展。嗯嗯所以伫关庙村内底一开始算是一个还未立案的社团，就是几个遐感觉对家己的在地文化拢做有兴趣的人，做伙来讨论，做伙来办活动。那尾仔就正式成立一个台南市的关庙村文化协会，正式成立一个社团。那邀请大家会当做伙来加入即个社团，算是有较一个正式的运作，嘛会当以即个文化协会的名义来申请一寡政府的专案，申请经费，会当佫较有规模的去推展咱家己的在地的产业啊、文化，办一寡活动互在地人，甚至是
甚至是关庙以外的人会做伙来了解讲关庙的文化有足侪足古锥的所在。对。对，所以你即马就等于是就是主要的工课以外，你就是伫关庙请做一个义工就对啊，来推广即个歹势。即马是有一个伫关庙请内底是有挂名是啥物名？李叔啥物名？哦，你是老李叔呢？那一个我用即摆用袂记得是啥物李叔甲干叔嘛，对无？对，我是李叔，我是有挂名其中一个李叔，是有摕着聘书的吼。是哦。嘿，毋过事实上，逐个人都有正式的工课啦，所以嘛是透过目前的执行长主要伫写计划，伫执行。那所以阮就是有需要开会的时阵，还是讲需要活动到3工的时阵，会出现安尼。我知，因为咱的协会嘛是会长兼副会长，也是家己囥的，因为无人要做。对，会长爱出钱啊，副会长爱出力，所以就是安尼。所以呢，即集阮想来讲关庙，伫咧讲即个关庙即个组一个创啥进前吼，你讲请即个王来姐甲咱简单介绍一个关庙即个所在，伊是啥物款的所在？关庙是一个足古锥的所在，至少对我来讲，因为咱的历史，咱即马是去年是台南400档一个周年嘛吼，所以等于讲为府城台湾开始有历史来讲，以咱讲的有历史是为400档，迄当阵荷兰人开始来遮建立安平古堡开始。那关庙即个所在嘛是甲迄个年代差不多，毋过我感觉，若是讲即个所在的发展，也是大过的人口来讲，你若甲时间搁较悠较长的，伫汉人还未来进前，咱遮都有爸母祖伫遮生活，对，所以若是讲以400档进前，爸母祖搁伫遮生活，迄个当时汉人嘛是外族，对。对在地来讲，迄当阵汉人嘛是一个外族。那当然，迄当阵明朝的时阵，都有汉人来啊嘛，吼，到即摆已经401档，有记录的。所以汉人来了后，听讲日本人嘛捌来遮，所以伫即个几百档的历史内底，阮遮有原地平埔族的原住民，搁有汉人来遮主要伫开垦。那迄当阵日本时期，当然嘛有日本的军队会有经过遮附近。那所以迄当阵关庙其实是伫早年还未工业时代进前的农业社会，阮遮是足大量伫种稻仔的。那即马主要种稻仔，所以关庙的旧地名叫做香窑。那香窑的意思，襄阳。香港的香洋就是海洋的洋。那香洋的意思，对，香洋的意思就是较早因为关庙即个所在有足侪种稻仔的稻仔田，了风吹来的时阵，拢会有迄稻仔香味，会闻到稻仔香味，迄个稻仔香味就是香洋。稻香的香味，嘿，对，迄当我甲一寡囡仔伫介绍咱关庙的在地文化的时阵吼，我甲伊放迄个周杰伦的稻香互伊听。我甲伊讲香洋就是稻香。对，迄个客家嘛有一首歌，我会
分享2首歌，你介绍咱乡友是啥物？第一首是周杰伦的《稻香》，第二个就是迄首客家的歌曲。迄首客家歌曲的 MV， 伊就是伫一大片的稻仔田内底，啊，你会当看到风吹过来时阵，迄稻仔的浪稻浪，嘿，我一边听稻香了，啊，搁看迄个 MV。你就会感觉迄个看到稻仔的浪，你就会闻到香油的味。啊，这是关庙的旧地名。那因为迄当阵来遮开垦的时阵，阮遮的大庙是关帝庙、三西宫，对，三西宫，因为伊是关帝庙，所以阮即个地名关庙，就是因为即间关帝庙来的。对，对我来讲，特别有感情，除了讲遮。每一个所在拢有伊家己的故事以外，佫有一个我对关庙感觉足骄傲的，就是关庙是伫个咱府城的东门城外3大庙的其中一个庙。所以我特别感觉讲哇，城外的庙遮尔济，有3间有3间大庙，其中一间都是阮关庙，我感觉哇足骄傲的。嘿，那除了拄则讲的咱种稻仔。即摆稻仔基本上已经伫关庙足少看到啊，足少看到啊。颠倒是往来园加足济，对，因为往来园算是经济作物啊，比起稻仔，伊算是较有经济的价值。啊，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人口愈来愈济，建筑物愈来愈济，所以无法度有遮尔用的土地去种植。啊，毋过阮即马上主要的产业就是以农业来讲，就是种黄来，佮有笋啊。笋啊，对，所以阮遮的迄个栗仔笋啊，关庙的竹笋是足有名、足好食的，所以关庙有3项宝贝，关庙的3宝就是往来、竹笋甲关庙面。对吼，关庙面。嘿，佮有关庙面。啊，即3项宝贝，我嘛是拢是天送的礼物。对我来讲，我感觉拢是天送的礼物。啊，天会当送关庙即个所在遮尔济礼物，我会感觉讲即个所在就是地灵人杰的一个所在。嘿，那因为往来伊虽然讲毋是原始种，伊是南越迄个南洋。较南方对南洋传入来的种植嘛吼，啊，毋过会当伫关庙种甲遮尔好，就是因为阮有足好的曝日的条件，啊，佮有阮的土质，阮的土质有较济矿物质，啊，排水系统嘛较好，因为阮拢是迄个丘陵地，山坡地，有山坡地适合排水，啊，土质佮有足济矿物质和往来较适合，所以阮种植的往来较好食。哎，啊，迄个竹笋嘛是因为即个环境的关系，遮个竹笋会当种了较好。啊，关庙米嘛是因为热拍的关系，所以遮堪地势堪地理环境有关系，堪天气天然的气候有关系，所以我感觉阮遮的关庙3宝拢是天送互阮的礼物。对，所以我就足爱即个所在。啊，你拄则有讲到即个顶头啊，顶头跟关庙有关联吼。啊，即个顶头吼，我感觉对早期汉人来台湾，不管是泉州啊、漳州啊，还是啥物所在来到台湾，啊，会有一个庄仔头一个庄仔头开始嘛。那每一个庄仔头，因会互相争资源。啊，互相争资源，你着爱有相对的爱有保护家己资源的一个团队，有遵守队。那上工地会当讲是为迄个遵守队演化过来的，因为大家爱做伙集合练身体、拍拳头，才会当保护咱家己的庄仔头。对啊，尾仔慢慢演变了，就是变成一个上工场。即摆上工场就毋是纯手为目标啊，就是有闹热的时阵，等出来表演。所以早期伫个咱
庄仔头啊，汉人较早大诶所在，基本上伫关庙遮一个庄仔头就有一个顶头，啊，大部分是上工丁占较大部分，其他诶可能有人狮诶啊、人灵诶啊，还是跳鼓诶啊，足侪项。嘿，那因为上工队算是比较较侪团啦，对，所以顶头甲阮每一个庄仔头开始咧发展诶时阵嘛是足有关系诶，嘿，因为每一个庄仔头拢有一个庙，因为逐个人过乌水沟来诶时阵，家己还未安搭好，着爱先感谢神明嘛。所以家己诶厝还未起好，可能着先有一个庙啊，还是有一间庙来感谢迄个保护咱平安过乌水沟来到台湾诶一个神明，吼，先甲伊供养起来，啊，过来才开始顺着即个神明诶周围开始起家己诶厝。所以每一个庄仔头基本上拢会有一间庙，做一个信用还是行政诶中心。算是角头庙，所以讲，阮诶大庙是关庙，关庙若要做石诶时阵，所有庄仔头诶角头庙就会做伙来斗闹热。嘿，啊，毋过即马敢阁有逐个庄仔头拢有一堆诶即个顶头。即马诶环境诶条件甲较早无共款，所以虽然讲每一个庄仔头嘛是会有出一个顶头，啊，毋过顶头内底诶成员都无一定是在地人啊。哦，爱去甲人借。对，啊，这我感觉是甲社会诶变迁有真大诶关系啊，因为较早诶人对庄仔头较有向心力，啊，即马少年人去外口啊，啊，阁有外地人入来啊，外地人无一定对咱即个社区有认同感，伊只是住伫遮尔。对，也是讲较早逐个拢是农业社会，啊，种植了暗时啊，就有阵啊练阵头，逐个拢有时间练阵头。啊，毋过即马逐个人拢咧食头路，转来忝嘛，是讲爱轮班，无遮尔济人真正会当参与阵头。所以即马虽然讲嘛是有阵头，啊，毋过遮内底诶成员可能就是外口诶人有兴趣诶，招入来，做伙来跳阵头安尼。嘿，对，即个产业嘛，算是即个传统嘛，算是渐渐咧消失吼。对。啊，若安尼讲起来，听起来感觉关庙改成无介济少年人，即马差不多住伫关庙拢是啥物款诶人口？即马吼，以我家己细汉对关庙诶印象，咱较早拢有迄啥物刘家庄、吴家庄、卢家庄，譬如讲像安尼啦吼。啊，我家己住诶迄个里，我家己住诶迄个里，都有一寡大姓。较早拢有足侪大姓啊！你倒伫倒一区啊，遐拢姓啥岁诶？吼，比如讲遐拢姓吴诶啊，遐拢姓刘诶，啊，啥物所在拢姓饭诶，你拢知影。对，嘿，啊，毋过即马因为人口愈来愈少啊，啊，足侪人去外口拍拼，啊嘛足侪人因为新诶建案搬入来，等于讲迄原地迄款诶，迄个啥物。姓刘的啦，姓吴的啦，即款的家族的概念嘛已经拍散去啊。对，啊，若是顶头伫闹热啦，是有庙的伫闹热的时阵，啊，我细汉，包括到即马啦，我嘛会感觉讲，啊，迄个庙伫闹热啦，伫放炮啊，我感觉哇，这有够。这传统文化足迷人的，我会感觉足感动。啊，毋过因为有足侪是外地搬来的，你会看，可能会看到迄一寡密册的社团内底讲是倒一间庙啊，佮伫遐暗时啊，佮伫遐放炮，足吵诶，吼。对。是安怎都爱安尼吼。你会当理解因的想法，啊，毋过另外一个部分咧，感觉有一寡失落。对，感觉讲啊，我对即个在地，我对故乡的向心力啦，啊，佮有原地遐的凝聚力，全拢无去。对，就是现代社会生活即个。对。
即个模式，嘿啊，你含即个你传嘛袂统，当讲，嘛袂当讲伊毋你嘛对袂当，啊，因为因为因真正互搅扰了。伊可能明仔载下早要去早起，会足早起来上班啊，嘿啊，嘿啊，对。啊，毋过我是感觉讲有当时若是互遮诶人理解着去了解即个传统文化内底是安那诶即个动作，有可能会互因较有法度去接受即件代志啊。对，这嘛是因为我即摆有伫学校内底咧做义工，那伫学校内底就是趁学校老师咧做伙开会诶迄个时间，阮就去教室内底陪伴囡仔，可能甲面讲故事啊，看影片，所以我就会趁即个时间，我就足想要甲因讲关庙即个所在迷人伫倒位，就是嘛袂当讲关庙即个所在，应该是互因知影咱大诶家己诶故乡，伊有啥物做迷人啊，还是做特别的故事，甲因灌输入去，互因知影讲，伊毋是干那伫遮大尔，伊甲即个在土地是有连结的。对。嘿，啊，因爱知影过去才发生啥物代志，因才会知影家己是啥物人。所以这敢就是你一开始互你加入即个团队的一个原因。这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原因，因为就算讲无即个团队，我家己嘛是对我家己心中的即个所在足有感情。对。所以讲，你感觉关庙遮的传统甲文化对你个人的影响，对你甲你即个人的关系是啥物货？我感觉，无即个所在就无我。这就是我感觉一个上主要的原因，无即个所在就无我。那我希望即个所在做好啊，因为我就会感觉，我即摆想，我问一条哦，你出去伫台湾啊，你若出去啊，你会甲人讲你是台南人，还是甲人讲你是关庙人？我若毋是伫台南的话，我就会讲我是台南人；我若伫台南的话，我就会讲我是关庙人。对，恁问即个问题之前，我嘛有想过，我就会感觉讲，比如讲，我若无伫台湾，我就会甲遐人讲我是台湾人，我会做骄傲我是台湾人；我若无伫台南，我就会做骄傲讲我是台南人，我是文化首都呼霞来的。毋过，因为我毕竟毋是虎侠，虎侠就是原地台南市嘛，所以我若讲我讲我是台南人，毋过我若是讲我是虎侠人，我就会生气，因为，所以我就会讲我是虎侠，当门下我三大庙内底神社宫的庙。安尼，我第个顺续介绍着关庙啊。对呢吼。对啊，因为若讲关庙，为什么叫做关庙？因为阮有关帝庙，阮有关圣帝君。关圣帝君是逐个人一定拢会知影伊是啥物人。对。而且我感觉嘛是介特别啦，因为逐个人汉人的所在，因大部分拢是天上圣庙嘛，还是宝城内底，也是讲即阵木王啊、三国王啊，较少。我感觉台南以外可能较少有关帝庙啊。我想到，咱介绍还未介绍过关庙清是咧创啥咧吼？关庙清一开始就是主要是阮的即摆的现任的执行长伊之前是挂总干事一直咧推广在地的文化。迄当阵主要就是伊关庙有一个里，伊有做传统，保持做传统的上工镇的元素伫内底。其中一个元素就是拍面的上工。拍面，对，拍面的上工。那伊是上保留上传统的迄款拍面，就是简单的线条甲色彩的面谱，互你知影讲即个上工骹伊代表的是倒一个人。安尼，那因为算是有长时间的推广
嘛有一寡上工阵吼，因会变成一个表演团体，所以因的面谱会去变成一款视觉艺术的设计。吼，因的面谱会变成搁较多元，色彩搁较侪，面谱拍面会拍甲搁较满一点安尼。对，毋过伫关庙边仔头即个社区的上工阵，伊就是保留一开始上传统传落来的迄款拍面的线条。另外一个就是因嘛是共款打草鞋。草鞋嘛是一个算是辟邪的概念。大部分因为打草鞋可能无爽快，顶头出去拢爱行足久的路，所以足侪顶头拢已经换布鞋啊。毋过伫边仔头的上工阵，伊嘛是搁共款打草鞋。即个草鞋，迄当阵伫做遮个上工阵的推广的时阵，嘛有做过面谱，邀请大家做伙去画面谱，嘛邀请大家做伙去烧草扫啊、变草鞋啊。对，这就是迄当阵阮关庙清发起的迄位发起人吼，柯小姐，伊迄当阵就有伫在地的学校，嘛有去带囡仔上工，伫国小内底邀请国小的囡仔做伙来跳上工，教因画面谱。这是关庙清未正式成立社团进前有伫做的工课。那正式成立社团了后，当然伊的范围就为边仔头即个里搁较放大为规个关庙区啊。所以阮伫个2017年的时阵，就开始有做足侪多元的活动，跟咱的在地产业啊、文化啊、环境拢有关系。譬如讲做文创市集。文创市集是上基本的。可能市集就是邀请逐个人做伙来即个选择一个设计啊，这是算是上基本的。那尾仔就有参阮遮的一个嘉南药理大学，就有几啊档的一个计划，即个教育部需推广的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即个活动。那即个活动吼，即几年来做足侪，我感觉足趣味的。其中一个是关庙三宝的创意料理比赛。对，就是运用拄则讲过的即个往来滴顺关庙面，去邀请逐个厨师啊，总铺师，还是讲做料理的学生囡仔来做创意的料理比赛。真正有做足侪哇，看起来真正足好食。你会晓想讲哇，阮遮尔传统的物件竟然会当做成看起来迄个高级餐厅才会出迄个料理。嘛，已经做到第3届啊。这是用咱在地的农产品去发展的一个活动。除了这以外，我嘛是伫个关庙即个所在有一个大潭边。大潭边伊嘛是300几档的历史啊。伫个明朝的时阵，就是一个伫灌溉最主要的边仔。因为拄则讲咱乡洋做做侪稻仔嘛，当阵主要伫种稻仔遐个水，就是为大潭边引过来的。所以这个大潭边嘛已经300几档的历史啊。那阮旧年嘛有办一个活动伫大潭边边就是伫庆祝伊347岁吧。当阵就邀请足侪人来客甘蔗，客甘蔗比赛啊。来吃古水。对，做古水，因为客甘蔗阁是另外一个，等者阁会甲大家分享着。看即马阮2021年的时阵，关庙伫乌路的时阵，乌着一个药啊，伫烧灰啊遗址挖出来。即个药就是伫专门烧遐个灰啊，是咧做糖用的，制糖用的。制糖就是佮咱的产业有关系啊，因为较早爱种足侪甘蔗，运甘蔗去制糖。制糖的过程当中，需要用到的物件，爱烧灰啊，迄个烧灰啊，迄个药就伫关庙。
有挖出来。嗯，嘿，啊，听讲最近毋是干那关庙挖出来尔，像迄个有其他的所在嘛有挖着。好，啊，就是因为安尼，所以甘蔗嘛是一个农产业，吼，所以阮迄个活动的有一个客甘蔗的比赛。吼，啊，除了客甘蔗以外，因为迄个鼻仔是灌溉用的嘛，吼，所以较早会制作者稻啊，啊，所以嘛有做一寡用米来做的创意料理，嘛邀请倒去做伙来摄饭圆嘛，哦，摄饭圆若是做寿司啊，我即马头壳无介好，嘿，跟米有关系的料理，好，嘛邀请大家做伙来 DIY 安尼。啊，未来啊，因为你听起来，感觉恁过去这几冬做过足济活动。未来你希望讲关庙庆会当做到啥物款的程度？比如讲，办一个足济人参加的活动啊，1000外的，还是讲要互未来关庙出世的囡仔，拢会当以关庙。因为关庙感觉足骄傲的，也是讲出阵的阵头会当有够人等等，你希望讲关庙庆会当做到啥物程度？有啥物款的影响力？我希望，我搁补充一个，拄则讲办活动嘛，除了办活动以外，阮进前嘛有去找一寡旧地名的来源，啊邀请各校的囡仔做伙来画画本。所以有出版一本绘本，就是咧介绍关庙几个所在的旧地名。那今年嘛，因为有找着迄个药的关系，所以关庙甲祭堂的文化嘛，做有关联的。所以最近佫出版一个倒阿姨大富翁，哦是哦，就是透过即个倒阿姨去互大家佫较认识讲咱关庙的祭堂的过程。好，除了有种甘蔗以外，啊，阮阁有一个灰仔药，伫烧的物件，就是为着要祭堂用的。对，所以这是等于讲有较具体的产出，吼，就是即本绘本，啊，阁有即个倒阿姨。那未来的部分，我个人上希望的，就是因为即马房地产的关系啊。关庙已经无啥物用的土地啊，所有拢起厝。好是哦，对，包括讲阮较早关庙，因为算是地势较悬，以外，阮附近阁有一个机场，所以为着无要妨碍着机场的飞行，所以阮较早遮是袂当起大楼的。关庙是袂当起大楼的。那最近因为会使开始起了后，关庙超济大楼开始起诶。公寓嘛足济，啊，阁有一栋14楼诶，得要起到一半。对，所以等于讲未来即个所在会有真济人伫遮，外地人伫遮买厝，啊，遮外地人应该我相信大部分拢毋是出去了后阁买转来诶。嘿，那若是外地人，因真正对即个所在，就是有一间厝伫遮大，适合因住，啊，毋过因可能对即个所在无感情。对。所以我希望讲一方面关庙庆会当互遮搬来关庙的人会当了解因搬来是啥物所在。因搬来了后，就是伫遮生根啊。对啊。对，伫遮定根啊，会当对遮有感情。啊，即个感情，若是互因家己慢慢伫遮大时间长了后发展出来的感情，我感觉伤慢啊。互因家己找伤慢啊，你直接报互因知。对，啊无因搬来遮，因就是可能感觉讲啊，遮甲府城足近诶，交通20-30分钟就到啊，所以因是人住伫遮，心伫府城。我会感觉伊，我希望伊会当生是关庙人，死是关庙人，会当培养因的关庙魂出来。好，啊，佮另外一个部分，我感觉是较主要的啦，应该算是首要的，就是阮叫做关庙庆嘛，关庙庆咧。啊，阮开始有一寡志同道合的朋友，
甲做伙的迄个时阵，有关庙庆迄个时阵，有关庙庆即个概念的时阵，已经是10几当前啊。所以迄当前是关庙的青年，毋过即摆已经有时青。我一开始就有想要问讲，即个青的定义是安怎？即个青的定义，就是你未来有可能是青年，即摆是青年，也是过去是青年，都会使。加一关庙青。咱的心若青春啦，吼，对心若青春，对。所以虽然讲是安尼讲啦，毋过嘛是希望讲真正有共款遮的青春的少年家，因对即个家己的未来，拢阁足有活力、足有动力的时阵，会当做伙来加入关庙庆。安尼会当有可能会当阁规划出阁较适合少年人，也是更较趣味，会当吸引人的活动出来。对。好，最后一题啊，我想要问恁两个啊，就是恁感觉恁对关庙即个所在的即个囡仔时代的即个记忆是啥物货？足济呢，我即摆年纪上介讲古早。你感觉哦，安尼讲好啊。假使讲这样有一个囡仔吼，差不多咱讲幼稚园国校啊，即个时阵啊，伊搬去关庙住啊，你想要你会互伊安怎你会互伊安怎的体验，互伊感觉讲这是一个关庙有足特殊啊，而且无一定爱特殊啊，毋过就是一个关庙足经典的一款囡仔时代的生活方式，比如讲去踅柑仔店啊，我们不知即摆敢佫有柑仔店，还是讲去买啥物啊，去溪仔边耍啊，是即款的。哦，好，我家己伫我关庙，阮家己迄个庄仔头，我拄则画面第一个，就是伫过元宵节的时阵，阮客厅。去老周厝耍吗？会当四界去踅，迄当阵光害无遮尔严重。哦，对，拢是迄个拢是大厝，一楼一楼的大厝，足好耍米烧炊的。等下你讲的大厝是迄个正新户龙迄款。对，吼，毋是毋若干那正新户龙尔哦，后壁佫有春手哦，佫有过水啊，足大，嘿，即马差不多拢摆去啊，嘿。哦。所以阮遮一楼一楼的大厝，遮传统的迄个庄仔头，日时啊米烧炊足好耍，暗时啊摕灯笼出去，迄款惊，佫足期待，迄款感觉，足趣味的。哦，这是第一个画面啦。那第二个就是因为足侪大厝嘛。对。吼，有足侪行啊。你挖一个，就会当去另外去一个大厝。有诶大厝家己有井，有乌井，也是有用庄仔隔的水缸，吼，也是有水盒啊。若是庄仔隔的水缸，迄内底拢会当米人。哦。对，嘿。所以迄除了米烧炊以外，吼，阮大厝头前毋是拢有一个埕吗？对。阮较早拢伫遐个埕耍土地公、土地婆啊。这足久无听到咧。闪电 BB。对啊，闪电 BB 啊。阮高雄拢讲闪电滴滴诶。我是闪电滴滴。你是滴滴，我是 BB， 我较头前。我记得细汉的时阵，毋是拢做侪老人嘛，因为佮做伊迄大厝，其实你拢会当乌白行，就算是行过人厝安尼就对啊。大家行过就讲这过。哦，是哦。对啊，超好耍的。那遮古锥。系迄个埕佫会当画跳街啊。对。做啥？踢公啊。对，踢公啊，跳街啊，佫有一个就是因为阮遐关庙遮毋是做侪竹啊嘛。对。
啊有做者做米器的，做米器竹编，哦，对，所以拢有一寡迄个旧落来的职工啊，说好耍办公会啊，对，因为你凊彩边仔的草啊，吼，也是边仔的草啊挽落来，啊，就会当切，啊，放伫咧公仔内底，吼，就会当办落来。哦，对，哇，对，听起来就好做好耍了，耍办公会对啊，啊，对，这样做好耍诶。哦，我甲你耍过上白痴，你生我甲你耍过上白痴的，就是伫迄门口埕，生浴火凤凰。我袂去笑啊！大家都手要做伊个，大家拢手要伫中午内底变身，我袂好人毋做，大家拢要变成凤凰。哦，就是有得想那做耍诶。好啦，安尼今仔日呢，应该有讲到重点，应该拢有讲着吧？往来拢无讲，往来你细汉的记忆是啥物？我细汉记得就是咱转去新光国小了后咧，甲朋友去控药啊，伫溪边掠鱼啊，系啊，对，恁家去哦，无大人对哦，无大人对，哇塞！这真正做趣味诶，我顺续再讲一个好无？因为我家己已经感觉我住迄个所在做好耍啦，啊，毋过阮遐无河流，啊，阮转学入去是搁比阮原底住诶所在搁较偏僻，搁较小诶一个社区，啊，因内底有一条溪，迄条溪即马就是伫台南诶咸水溪诶源头。哦，好，对，啊，迄条溪，迄是完全毋捌过诶体验诶，就是放学了后，甘同学去耍，啊，因着住溪仔边尔，啊，因着为边仔诶河床吼，着像溜滑梯安尼出落去，着去掠鱼仔，掠鱼仔起来，着伫溪仔边烘。我是讲，哇，原来阮会当安尼哦，会当家己落溪仔边掠鱼哦。而且咱迄当阵拢，真足趣味诶。咱迄当阵拢家己偷骑脚车，爱骑偌久啊？20分钟？我袂记起。嘿，对我来讲，迄当阵就是已经去一个足远诶所在啊，啊，毋过迄嘛是共款伫关庙，隔壁庄尔。嘿，哇，那会遮好耍？对啊，关庙真正足趣味诶。足爽诶！厝内掠鱼仔是安怎？真诶，同学跳水呢？毋是大，迄其实迄水嘛无介，无介深。会当跳水落佚佗，我感觉足好耍。我好，这是30当前啊。即马可能无物件通厝啊。即马啊，遐拢是迄个花木草。哦。对，水嘛是搁有水啦，落雨诶时阵较侪水啦。嘿，系啊。希望大家听着即集了后，会当加去关庙说，啊无就是加去熟悉你家己住诶所在。对啊，家己。我想要你讲。互你讲。欢迎大家来关庙，关庙有足侪在地诶小吃。好啦，好，欢迎大家来关庙佚佗。对，啊，大家会当看，赶关注者看关庙青年咧拢比啥物网吼，啊，大家若是感觉欢迎对，感觉对家己诶家乡有一寡记忆，想要家己留落来，嘛会当家己创一个啥物称诶，对，大家对，大家做伙来经营即个社群吼。好，安尼今日呢？等者，迄关庙青11月底是毋是有活动啊？好，11月底，11月30，伫关庙诶一个森林公园有办一个导览的活动。啊，即个导览阮特别邀请到台南社区大学的一个吴仁邦老师来甲大家做导览。啊，因为伫
咧考早的时阵吼，阮去试行的时阵，就有足侪收获啊！有阮帮老师真正对即个生态的环境做了解的。所以欢迎大家伫咧11月底的时阵会当做伙报名，因为限量哦，有限人数的，限量是足难对，嘿。消息若出来的时阵，欢迎大家吼手咧报名，会当来阮关庙的森林公园来做伙行行咧。好，安尼今日就感谢王来姊啊来甲咱分享吼，算是互我即个城市囡仔去了解着讲即个关庙即个所在伊的故事，甲伊的一寡传统，互我更加了解呢王来即个朋友呢，到底是伫啥物文化下骹来即个成长啊？应该是伫阮姊仔下骹成长，你就知我笑笑啊。好笑，就是对。安尼，所以呢，今仔日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高台面。稻仔青芳果子甜，青菜水果青。来对落水溪，参农民徛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方便。落水溪，车人溪，上新奇的土地。稻仔青芳果子甜，青菜水果青。